近排喺 IG 度碌下碌下，俾我發現咗一間叫做五感養髮嘅鋪頭。一路以嚟咧，其實自己都想去 check 下自己個頭皮有冇問題嘅。而且我覺得睇 IG 嘅時候咧，見到佢鋪頭都乾乾淨淨，同埋私隱度都比較高，因為自己都有社恐嘅關係啦。咁所以如果去一啲好多人嘅地方咧，自己都唔係好夠膽點樣去同個師傅溝通嘅。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師傅先會同我講解一下究竟我個頭皮有咩問題啦，再會用儀器去幫我 check 一 check 我頭皮究竟發生啲咩事嘅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其實紅色一笪都真係幾恐怖喎。咁跟住咧，師傅就會逐一個步驟話俾我知會發生咩事，因為我始終都未嚟過，未做過。咁佢而家咧就用一個同韓國雪花秀同一間公司出嘅頭皮淨化劑，幫我去清潔一下我嘅頭皮。其實咧噴咗落去之後咧，嗰個感覺好得意啊，因為佢冰冰凍凍，有一種好清潔嘅感覺。跟住咧，師傅就會用個精油幫我做一個深層嘅清潔啦。咁佢話呢個精油咧可以幫我溶解我毛囊入邊嘅污垢，咁令到我嗰個毛囊咧都可以有健康嘅成長嘅。處理好晒啲步驟，師傅仲安排我去洗翻乾淨個頭，當中佢仲用佢專業嘅手法咧幫我按下個頭皮，係極度舒服噶。大家聽下呢個流水聲，我就喺度瞓咗半個鐘，舒服咗一陣啦。瞓醒叉足電啊！大家覺得有冇啲咩唔同呢？我影咗個近鏡俾大家睇，你睇我啲頭髮彈下彈下，極度正啊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都有頭皮嘅問題呢，我都建議大家嚟呢度感受一下噶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